廣州新塘站端午臨時列車時刻表出爐，寧西街進商超開展門前三包宣傳活動，新塘鎮東洲村龍船景熱鬧開鑼。晚上好，歡迎收睇真誠新聞。今日係2026年6月18號星期四。為全力保障2026年端午假期市民探親訪友、出遊搭車、返程通勤出行，有效應對節假日大客流。6月18號至6月22號，廣州新塘站重磅加碼運力，累計加開35趟臨時列車，多項運力升級亮點，全方位優化旅客出行體驗。本次假期新增4趟汕頭、梅州、潮汕往返始到中發車次，優化粵東方向出行便捷度，疊加常態化列車。端午期間新塘站始發中度列車達15趟，可一站式直達湛江、汕頭、梅州、福州、長沙等省內外熱門城市，全面覆蓋粵東、粵西、湖南、福建等區域，無需中轉，高效省心。本次35趟加開列車精準貼合熱門出行線路，聚焦湧廣、廣深兩大核心方向，長短途運力科學配比，精準分流，實現跨省長途、城際短途出行全覆蓋。湧廣方向23趟，主打長途錯峰出行，重點加開凌晨、夜間長途臨客，通達汕頭、普寧、梅州西、廈門、南昌西、景德鎮北、深州西等城市。廣深方向12趟，保障短途高頻通勤。5日持續加密深圳、廣州白雲、湛江北往返城際班次。值得關注嘅係6月18號至19號新增京深往返長途動車，保齊跨省長線出行運力。預計端午假期客流出行高峰為6月18號、6月22號為返程高峰。鐵路部門提醒，本次端午臨客列車開行規則靈活，車次時刻動態調整。廣大旅客請通過12306路官方 App 實時查詢列車開行、預票信息，高峰時段提前規劃行程。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近日，寧西街環衛組喺轄區永旺夢樂城組織開展門前三包專項宣傳活動。活動依託商圈人流量大、經營商戶集中、宣傳覆蓋面廣嘅優勢，採用線下擺攤宣講嘅模式開展。環衛組工作人員通過多形式開展宣傳工作，一方面主動走訪周邊沿街商鋪，逐一派發門前三包主題宣傳單張，耐心向經營者解讀管理制度細則、主體責任等，引導商戶自覺落實環境乾淨、容貌整潔、秩序良好等三包責任。另一方面喺宣傳攤位前，面對面為往來市民普及門前三包相關知識，
解答群眾日常疑問，讓廣大市民深入了解該制度對於優化居住、消費環境嘅重要意義。為提升宣傳趣味性同群眾參與度，活動特別增設門前三包有獎問答環節。問答題目圍繞門前三包職責範圍、環境維護規範、文明經營準則等基礎知識點設置，內容通俗易懂，貼合日常生活。現場市民踴躍舉手，積極搶答，氛圍熱烈濃厚。主辦方為答對題目嘅市民送上實用生活用品作為獎勵，以趣味互動嘅形式加深群眾知識記憶，實現寓教於樂嘅宣傳效果。參與活動嘅市民紛紛表示，呢種活動形式十分貼心，既能免費學習環境衛生相關知識，仲能參與問答領取禮品，實用性同趣味性兼備。希望後續能多舉辦此類惠民活動。這次我們把門前三包活動選在這裡舉行，就是想抓住商圈人流大、商戶集中的特點，把門前三包的知識精準傳遞給每一個商戶、每一個逛街的群眾，讓大家都明白潔淨商圈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情，是所有經營者、消費者共同的責任，把要我做變成我要做，構建政府引導、群眾參與、共建共享的環境治理格局，也是我們落實百千萬工程、提高區政品質的核心抓手。據悉，跟住落嚟，寧西街環衛組將持續常態化開展門前三包宣傳、巡查及督導工作，擴大宣傳範圍，豐富活動形式，持續強化轄區市容環境共治意識，穩步構建政府引導、相互自律、群眾參與、共建共享嘅長效環境治理格局。全方位提升轄區人居環境品質，為推進8000萬工程高質量發展築牢環境根基。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琴日係農曆5月初3，新塘鎮東洲村1年1度嘅傳統龍船景熱鬧開鑼，精彩紛呈嘅陳景互動，獨具底蘊嘅龍舟文化展示輪番上演。上晝9點左右，嚟自廣州黃埔區、東莞中塘鎮同麻涌鎮，以及我區新塘鎮周邊多個鄉村嘅飛龍陸續前嚟撐景，共赴呢場水鄉盛會。隨住多艘龍舟領隊邀約競渡，頃刻間，幾百米長嘅臨時賽道上激起一道道水花，勾勒出夏日水鄉一道靈動壯闊嘅風景線。競渡之餘，各龍舟隊伍仲時而相互嬉戲，溫情滿滿嘅互動恰似潑水盛會，盡顯同心相融嘅鄉土情懷，營造出喜慶祥和嘅節日氛圍。活動呢得到上級黨委政府嘅鼎力支持，咁我哋全體村社幹部熱心企業村民朋友同心協力，順利咁辦好一場龍舟盛會，大力傳承本土民族文化，增強村民凝聚力，賦能8000萬工程。除咗精彩嘅水上龍舟競渡，本次東洲村龍船景仲精心打造咗龍船文化展示區。村內3大房各具特色嘅龍船頭、龍船鼓、龍船錨等傳統龍舟器物整齊陳列，錯落排布，一件件老器物、老物件吸引大批群眾駐足觀賞、影相打卡，感受龍舟文化嘅獨特魅力。每年嘅農曆5月初3係我哋新塘鎮東洲村嘅傳統龍船景，我哋東洲村呢特設龍舟文化展示區，展出獨具本村特色嘅龍船頭、龍船鼓同埋龍船腰，方便我哋群眾呢可以近距離、沉浸式咁樣去了解我哋東洲村龍舟歷史嘅文化。咁我哋東洲村民團結一心、奮勇拼搏嘅精神。據悉，此次東洲村龍舟景活動唔單止生動展現咗奮勇爭先、團結拼搏嘅龍舟精神，更以龍舟為紐帶，搭建起跨區域民族交流、鄉鄰聯誼嘅平台，進一步拉近鄰里鄉情，傳承同弘揚龍舟文化，擦亮水鄉特色文化名片。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琴日，寧西街蓮花社區聯合熱水電科技創新中心及轄區多家共建單位舉辦端午放種、
憶起出攤公益集市活動，通過公益集市加民做體驗嘅創新形式，將志願服務、國粹傳承同社區經濟活力提升有機融合，為轄區居民帶嚟咗一場有溫度、有文化、有煙火氣嘅節日盛宴。活動喺精彩嘅文藝演出中拉開序幕，舞台之下同步開啟嘅公益集市更係人頭攢動。現場設置咗政策宣傳、便民服務、互動體驗、公益義賣等15個特色攤位，各共建單位結合自身職能，為居民提供咗形式多樣嘅服務。我們以端午民俗為紐帶，強化黨建引領，擦亮社企共建融致合一品牌。通過公益集市與包粽子互動，既傳承國粹文化，又推動志願服務與民生服務深度融合，以文化聚人心，以服務惠民生，激發社區經濟活力，續寫共建共治共享新篇章。隨後，活動嘅重頭戲包粽環節亦溫馨開啟。提前浸好嘅糯米、新鮮嘅粽葉、豐富嘅餡料整齊咁擺放喺長台上，空氣中彌漫住淡淡嘅清香。喺工作人員嘅悉心指導下，居民們紛紛挽起衫袖，口手翻飛。濾粽葉、填糯米、壓緊實、封後紮菌，唔使一陣，一個個稜角分明、碧綠飽滿嘅粽便堆滿咗托盤。值得一提嘅係，本次活動創新融入咗1蚊捐款公益環節，參與者只需捐獻1蚊，即可親身參與包粽體驗，並將親手包裹嘅粽帶返屋企。活動所募集嘅公益款項將全部注入社區慈善基金，用於後續幫扶轄區困難群體，真正實現咗粽葉過溫情，善意傳萬家。我們倡導用1元捐款參與包粽子的公益集市。集市體驗了我們的一個傳統民俗的一個樂趣，又為社區公益盡了一份力。小小的善舉，讓我們感受到了社企共建的溫暖，也體會到了參與社區治理的自豪。我覺得這樣的端午節特別有意義。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以上就係區新聞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睇，再會。菜出風格，菜出水平，漁豐醬菜匠心傳承，時時關心，真誠新聞，新聞線32821666。